隨時起步。起步嘅時候啊，都平排躍出啊，比較而家慢啲係草地法師，睇佢會唔會中段踩油啦。快少少中間位置咧，咁啊見到就投擊區界快啦。外檔嘅武豐採取個主動跑法啊，李健照耀啊，結果佢暫時係帶頭㗎。喺入邊啊投擊區界咧，咁啊中檔位置咧仲有啲不十字星啊，外檔咧埋嚟咧，仲有隻真我㗎。內檔方面嘅馬啦，仲見到係忠實擁躉啊，後邊啊自家專屬啊，比較後啲嘅馬咧就俾密探員啊，橫空問世嗰啲比較後啲，暫時墮後嗰啲係草地法師，佢哋成點啊超過10個馬位開外㗎，跑到差唔多對面直路階段啦，前邊結果帶頭咧，咁啊出邊位置係真我帶頭啊，武豐啊跟隨其後，即係守住個第2位咧，李健照耀守住第3個投擊區界，第4位嘅馬不十字星啊，後一格祝福花環啦，內欄忠實擁躉，夾住中間仲有自家專屬嚟嘅紫衫白帽啊，紫焰標誌啊，再出邊走住3條咧蒙面舞會，夾住中間咧仲有隻神之禮，咁啊後一格嘅馬妥善準備啦，撲住就佢出邊嗰隻藍帽啦，博物街一個馬位後邊咧仲有隻歡快舞步，墮得比較後啲嘅馬艾里王啦，喺內檔位置咧拍住出邊位置仲有秘密探員啊，後一格就衝天龍，暫時喺尾3位置度，尾二位置橫空問世，暫時殿後咧中段踩唔踩咧？要踩就而家要踩嘅喎，草地法師啊，暫時係殿後㗎。跑到差唔多就1200米嘅段處，前邊帶緊頭咧，結果啊真我咧佢啊即係帶頭式嘅放法嘅喎。李健照耀守住個第2位㗎，咁啊出邊第3位咧就睇住啲不十字星啦，後一格咧就祝福花環，然之後投擊區界啊，內檔方面嘅馬自家專屬啊，再後少少先係蒙面舞會，咁啊博物街都守住個3位嘅，再後少少嘅馬先係妥善準備，望翻前邊都係真我啊，撈開幾多個馬位咧？大概5、6個馬位啦。內欄守住第2位李健照耀啊，出邊位置上緊嚟就係不十字星，入邊等緊位咧投擊區界，出邊仲見到係祝福花環啦，大外檔蒙面舞會啊，博物街都開始要騎啊，中間仲有自家專屬，入邊等緊位仲有妥善準備啊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開始就停停地嘅啦，呢匹真我，中間上緊嚟李健照耀啊，出邊位置係不十字星，中間仲有投擊區界，大外檔上緊嚟祝福花環啦，同埋嗰隻蒙面舞會，最出邊藍帽咧就係博物街，最後200零米到，前邊突圍而出係不十字星，上緊嚟就投擊區界，入邊仲見到就李健照耀，再外邊係蒙面舞會啊，最後100零啦，不十字星仲係領先緊，出邊位置蒙面舞會不十字星贏啊，蒙面舞會跑到第2，投擊區界第3，第4名李健照耀。好啦，北十字星咁啊，雖然就失落咗呢日本2000堅尼啊，咁啊，但呢個日本打比大賽成功保中啊！現象級嘅馬，咁最後頂住嗰隻蒙面舞會啊，其實就撻咗好耐先撻得著隻蒙面舞會。一對粉紅帽其實都跑得好好嘅，兩隻有喺東京有驗證嘅跑得好啦，即係博物街就係欠呢個苦中之直線嘅考驗，佢過唔到啊！咁正亦都係嗰個 JRA 嘅數據咯，啱啱擲住第6場係好難贏打比嘅。真係冇。咁但係有諗過李健照耀呢個18檔真係點樣跑？佢真係坐住得好好㗎啦。如果你墮後係冇得追㗎呢隻。佢擺咗喺前面，跟住真我一 cut 埋嚟就鎖翻住啊，跟翻住。因為上次2000堅尼就睇得到佢墮後唔係嗰個衝程爆炸能力。哦，投擊區間都唔錯喎。算係好好啊，跑到個第3。你冇話解啱啊，反先翻呢隻李健照耀添。直路一度以為再大啲威脅啊，就係投擊區界。但武豐啊真係跑得好靚，呢個第4真係武豐嘅功勞啦。13、17、2號、18號。艾里王喎，過埋嗰隻博物街添喎，似乎。艾里王睇嚟真係未 fit 啊，重身啦，重身啊！隻馬之後大家可以期待下。好啦，北十字星啊，成為2025年嘅日本打比大賽盟主，我哋即刻睇下重播。